如何看待苗服乱象？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些看起来明显是苗族形制的服饰、银帽，却被一些景区商家说成是其他民族。记得第一次去桂林游玩的时候，我被游船带到一个吕拍达卡点，那里有很多改良的壮族衣服和苗族银帽，很多阿姨拍得不亦乐乎。我很喜欢桂林，也想致敬一下歌仙刘三姐，就问老板有没有壮族布帽，结果老板上来就拿着苗族银帽糊弄我说这个就是壮族的。最后见我不买账，才从箱底里翻了很久，找到了配套的壮帽。走在桂林正阳步行街上，你会看到很多银器店，门头明明写着侗族银饰，照片却明晃晃用着苗族，让很多外地游客看得云里雾里。最近也有网友给九妹留言，让我谈一谈这种现象。首先，苗银象征纯洁美丽，苗族自古喜银爱银，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源远流长。苗族银饰也因此被大众所熟知和喜欢，成为了很多商业的流量密码。历史上，苗族银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曾被许多民族青睐，既有苗族的图腾传说，也成为了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加上5000年的大迁徙和民族融合，这些银饰文化也会影响到周边民族，这是正常现象，也是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但即便如此，不同民族的银饰制式都有其鲜明的风格，展现不同的审美个性和民族风貌。比如苗族银饰多堆大为美，端庄大气；侗族银饰多精巧俏丽，疏密有致；彝族银饰多稳重华丽，粗犷巍峨；壮族银饰朴拙小巧，画龙点睛。即便有小部分少数民族的亚支系因为通婚和苗族使用了差不多的银帽，也会改有其民族形制，搭配黑底衫。现在很多商家也不讲究，直接拿苗族服饰的流量款删繁就简，改成花红柳绿的影楼风，甚至头帽也不用当地的，直接把苗族银帽拿来就用。说实在的，民族文化复兴是件好事，但该什么民族就说什么民族的。你一个民族景区放正宗当地民族衣服，一个侗族影楼放侗族照片，不见得用假冒伪劣的苗族服饰照片差，甚至还能帮助你在同行内卷中助你出圈。毕竟随着大家认知的深入，懂行的人会越来越多，你不可能把消费者一直当傻子糊弄。